先生，请问一下吼，迄一块马头骨你咧大宿舍内伫倒位哦？头前山脚。哦，多谢多谢。真正是食饱伤闲无代志做，啊，甲带头罢工。若是想要休困，我就甲你送病院，互你大一站嘛。哎，班长，走的，过来！查某囝，见天地见世人见爸母才有咧跪呢。真正是7月半啊，毋知4月。即摆讲你甲钢筋刷道，要跪无？恁爸伫遮讲跪，跪了。干嘛跪？道长，道长，道长，别个买，别个买，别玩，你去走的，你去给。哎呀！道长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不要叫道长，我无你这个后生啦。你若无认我这个不好囝，你就袂来救我。道长，你拍我。今仔就算互你拍死，嘛是应该。
阿伯，我甲你保证，永远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啊！多谢啦，阮明华这段时间，互恁大家这么照顾，真多谢。阿伯，你唔通安尼讲啊！大家互相，啊，明华为着要争取大家的利益，伊嘛付出真济。嘿啦，为啥？你是后生外交的咧，